信仰方案咧係好奇妙地喺5年前度嘅時間咧，我遇到一位嘅教會基督徒嘅弟兄，佢向我介紹呢個方式。呢個弟兄咧喺呢個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喺度研讀呢一個 Master in Neuroscience，specialize in Parkinson's disease， 喺度專門針對帕金遜病一個研究嘅學術嘅一個碩士學位。咁我遇到嘅時候咧，佢就向我介紹，咁我又喺幾年咧靠住呢一個我覺得係天父俾我恩典去得到好多個康復嘅機會，即係向大家介紹。但係咧，我要講清楚啲就係話，即係作為參考嘅，啲帕金遜病友同埋佢家人只能作參考，每個人係唔同。相信你都明白，呢個病嘅特色係每個人都唔同，即係好個別性，即係影響嘅地方好唔同，但係你可以參考一下。接住咧，我會介紹全套清楚一啲嘅膳食，我哋整個4點5點嘅方案詳細啲點咧，佢英文版本係點咧？我會即係放出嚟俾大家睇翻。咁而最後咧，請大家係聽我讀出一段聖經嘅說話啦，我覺得好重要啊，對於我呢個探索嚟講係點講咧？係出自嘅聖經嘅舊約申命記29章29節，申命記第29章第29節，佢咁講嘅：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的神的，唯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我睇到當中深層嘅意思就話，含着嘅意思就話，呢啲嘢係隱蔽，我哋唔係好知道，睇唔到，唯有上帝先知道。我哋都唔需要去揾呢啲事情，但係有啲係好明顯嘅事，嗰啲事係屬於我哋同埋我哋嘅子孫。當我哋知道嘅時候，我哋就好好地話俾人知道，讓上帝得到榮耀，讓人得到益處。好，多謝大家。